生都要来赞美他。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，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。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，你无条件的爱，让我心的满足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我们爱我们天父，他是无条件为我们的付出，他牺牲爱子叫我们得赎。哈利路亚！何等爱你，阿爸天父，你无条件为我付出，牺牲爱子将我的赎的爱充满我。主你宝血，我们一起唱。主你宝血为我流，洗净我罪，给我自由。你的恩是何等伟大！主耶稣，我们一起高举双手，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，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。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，你无条件的爱，让我心的满足。是的，我们一生都要来赞美爱我们的天父。我们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唱到一生要赞美，一生要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对他说：主，我一生要赞美，一生要敬拜你。哈利路亚！何等爱你，阿爸天父，你无条件为我付出，牺牲爱子将我的赎的爱充满我。主你宝血为我而流，洗净我罪，给我自由。你的爱是何等伟大！我们相互说他的名，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！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，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。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，你无条件的爱，让我只有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，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。我的生命全部，想要敬拜我亲爱天父，你无条件的爱，让我再次来说，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，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。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，你无条件的爱，让我心的满足。赞美我美好救主，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。一起来高举他，我要敬拜他，我亲爱天父，你无条件的爱，让我心的满足。弟兄姐妹们，一起来闭上眼，准备做个祷告。我们每个人真的都一起开口来祷告。是的，他有无条件的爱，他让我们的心能
要感谢。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弟兄姐妹们，请闭上眼睛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常常存着一颗谦卑的心，认识神的话语，凡事来求问他，领受他的指示，领受他的启示，好让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来与神相合，来与他建立更多亲密的关系。宣传，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圣灵此时此刻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更多向你的祷告，更多向你的依靠，让我们凡事在做任何事情前，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理性的思考，我们应该单单的交托在主的手中，不要假借他的名义来做我们心里想做的事情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愿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